今日中国的国台办伫昨昏又有公开两个条件，讲咱台湾若是取消禁团令，也佮有铁路两岸人员往来甲各领域交流合作的禁令，因就会研究佮要扩大中国旅客来咱台湾观光的可能性。也毋过交通部长陈世凯是认为讲，即阵两岸观光交流也是去遐较济，来咱台湾的较少，是中国的限制较济，并无看到中国有善意的回应。 两岸旅游还未解决，进前中国开放福建居民来金门、甲马祖佚佗。中国国台办27号公开提出两个条件，包括台湾取消禁团令，佮铁度对两岸人民来往甲各领域交流合作的禁限令。到时阵就会研究扩大中国旅客来台湾本岛甲澎湖佚佗。只要民进党当局取消禁团令，我们将在恢复大陆居民赴马祖、 金门旅游的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扩大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现在还是去的多，来的少。那相对起来，其实台湾对于观光旅游方面的限制，其实相对是相当少的。中国大陆那边对于观光方面用政治上面的干扰跟限制相当的多。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可以赶快解禁，可以让他们观光客来台湾。台湾其实都相当的欢迎。 陈世凯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台湾去中国的旅客应该有超过200多万人次。中国来台湾的旅客煞干那20-30万人，呼吁中国赶紧解禁，让观光客来台湾。两岸关系正紧张，外界嘛伫关心今年的双城论坛敢会停办。不过，即马有机会传出双城论坛上可能的举办时间是12月16至18，不过时间还未做最后的确认。 双城好，两岸好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认为一定要办，所以我们有信心今年可以举办双城论坛的相关事宜呢，我们都持续的在规划协商当中。如果有确定的消息，我们会尽快来对外说明。两岸的大环境越是困难的情况底下，就更需要对话跟交流。 根据了解，上海市政府最近送出代表团名单，市政府已经送名单陆续向陆委会申请。若是来台湾的专辑，今年上海市政府可能会派副市长花园带团出席伫台北举办的双城论坛。不过嘛，传出双方也伫安排，有可能用视讯的方式，和蒋万安甲上海市长景静用视讯的方式共台。记者综合报道。